后来继续要来讲，这个秋天是虎头蜂的交配期，嘛是虎头蜂上恶的时阵。台东有一位布农族的男人，最近2个月已经来收15个虎头蜂收了。讲上大收的一收有60公斤重。这个是今年第几个？第15个。伫处理进的一天，才掠的虎头蜂收差不多有2万只虎头蜂。这个蜂收是这个蜡人今年掠的上大粒的一个有60公斤，要过伫搬的过程中，逼做2边，有一半落伫山沟内，会感觉真无彩。但是他就在路上，人家很怕要去工作。一个入手蜂的数量就会增加，土地压力会变大，加上即嘛是交尾期，新蜂王要诞生啊，新色的形成，嘛好这个蜂变较歹，尤其是这种乌道的虎头蜂上歹，伊巴肚拢是乌的，一旦受到行动还是气味的影响，就会讲定。他们要过冬了，他们看到人很远，他的家很远，他就开始屁股都一直要弯了，要咬人。台东林管处到8月底已经掠至少10外个直径80公分以上虎头蜂收，嘛提醒上山的民众避免用化妆品，也是芳水。若是有看到虎头蜂，动作爱较细腻，慢慢啊离开，才袂会定着。